天呢，还是你江苏汕头女青年呢，首唱好唱了一种专业的流派，因为呢，晓得后头进来是头女头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我要介绍一位女头里向，目前来讲最年轻的演员，叫沈翠英。沈翠英呢，还是上海市平台头最红的这个学生子，请你来唱一段后台，你都看到哈？好。
我的